台南市二张杯古乐锦标赛延续着去年的好评，后日21号要来举办着今年度的比赛，要来提升着大家对拍鼓的趣味。 礼拜台南市议会要搁举办古乐的锦标赛，和这个对拍鼓有兴趣的团体会使做伙来报名参加，同时邀请有兴趣的乡亲来到现场同乐。今年的爆满，其实我感觉讲，就是讲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跟接棒。咱去年第一届，今年第二届，咱希望每一年咱拢会当伫遮咧办舞。 主办单位嘛是希望讲延续过去比赛好风评，和更较侪团体有一个表演的舞台。我遮喜爱讲鼓的人有一个舞台，会当起来表演，这就是会当安尼对咱来讲，安尼庙的文化，加这古的文化，其实讲鼓嘛是一个真深的文化，会当做一个结合。 今年的比赛较无共款的是，佫会使结合其他无共款的乐器，和这个表演更较多元精彩。